过去的高当派的大师们说，派这些大师们曾经说过呢，譬如说，七重因果教授或者是转心思思维之类的这样的修持，如果我们不具备的这样次第修持的话呢，那么称为是修行者的人，称为修行者的人，他们呢就会像是绘画中的油灯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看起来是个油灯，但是它却没有能够消除黑暗的功能。所以就像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透过转心思思维的这样的修持基础的修持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行者。因此呢，什么叫做法？藏文叫做确。法的意思呢，法是有一种叫做在藏文当中它有一种叫做改变的意思，就是修整改变的意思，就是佛法它的意思。那什么叫做一种改变或者是修整呢？那并不是说透过一些工具，并不是这样的，是要怎么样改变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转变我们的烦恼，就好像说治病必须吃药一样。所以同样我们烦恼的对治法，这些药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些佛法，透过这些佛法能够让我们的烦恼越来的越少，越来越轻微。就可以说降服我们的烦恼，那这样是很重要的。透过了闻思修任何的修持，这一切都要成为消除我们烦恼的一些方法。就像第一世法王曾经说，透过了闻思佛法，透过听闻佛法而知道什么是烦恼，透过思维佛法而能够降服烦恼，透过实修佛法而能够彻底的消除烦恼。所以你看到透过了闻思修，最主要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像我们都会有一些心会烦恼啊，或者说我们心不安定，心很烦躁，这些问题你可以看到都是因为我们的烦恼而造成的各种的问题。所以佛法就是帮助我们消除这些各种问题烦恼的对治法。因此佛陀的所有的法教都是对治烦恼的方法。这时候就可以称为叫做愿法相法了，就是说佛法真的成为了能够对治的方法了。不然就像是藏族有一个谚语说，我们常会说被这种鬼神侵扰，有没有？为了要消除这些魔障，我们要施放多玛，给石子，有时候会做一些像是人的样子的多玛，就说是一种替身，好像代替你自己。事实上其实就是在欺骗那些鬼神，反正做的好像跟自己一样的多玛，然后要给这个鬼神，有这样的一种仪式传统在西藏。但事实上呢，真正的鬼呢是在东方，但其实这个多玛却丢到了西方去了。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没有真正的做到，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鬼神他好像在东方，
所以其实我们真正应该对这是要在东方的鬼神，但我们却把多玛给到了西方去，这是藏族的一句谚语哦。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们有时候就会是这样子，就你修行没有抓到重点，就像噶当派过去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制作这种黑色跟白色的小石子，小的石头，譬如说有白色的小小的小石子、小石头，这是我们一般现在说，正好我们说西洋棋 chess， 反正不管英文叫什么，这不是英文课。反正就好像我们会玩那个叫西洋棋嘛，有黑棋跟白棋，有没有？有黑色跟白色的棋子。所以呢，这些噶当派的行者，他们就会制作黑白的石子。如果他造了一个善业，他就会放一个白色的石子；如果造了一个恶业，他就会放一颗黑色的石子。那么一天下来，晚上睡前，他就会算一算，到底是我的黑棋子多还是黑石子多还是白石子多？如果说黑色的石子多的话，那么他就知道我应该反省了，就会提醒自己说我这一天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啊，那么要小心。那么我明天不该这么做，就好像自己警惕自己一样。如果一看白色石子比较多的话，哇，那就鼓励自己不错哦，你今天是个大丈夫哦，你做到了这些善行哦，并且再鼓励自己说，明天我要做得更好，我甚至要更有勇气，更努力的积聚更多的善行，持续这样的善行。你看我们在一天当中，我们到底将多少的对治法用在对治我们的烦恼上？或者我们也可以再想说，一星期当中我用了多少对治法对治我们的烦恼？如果没有这样做到的话，那么你很难说自己是一个修行人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自己在修行，好像也有在禅修，也在做一些念诵，也在观修一些本尊持诵咒语，但是呢，有时候想想，到底是不是真正将这些方法用在了对治我们的烦恼上呢？用在一年当中365天，我们说有12个月，365天当中，这所有的修持到底多少用真正成为了对治我们烦恼呢？好像并没有。这时候真的要注意了，你会看到自己的修行没有办法进步。一天过了也是一样，一星期之后你还是老样子，1个月、1年之后会发觉，怎么自己还是老样子，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呢，我们今天现在难得在这个圣地金刚座菩提迦叶，也是佛陀降伏这种魔道的地方，也刚好是第一世法王诞生到现在的900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同时在座有这么多的上师们在一起，还有这么多具备虔信的亲近的僧众，还有在家众们，在这样的一个难得的因缘当中，我们真的应该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态了，我们的行持也应该有一些改变。我相信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好的果了。如果我们来到这儿了，结果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都还是一样的话，就好像藏族有一个谚语说，任何事呢都是为了利一切众生。以前我都会觉得利一切众生这不是很好吗？但这句谚语，藏族谚语怎么好像利一切众生变成一个不好谚语的一个比喻呢？但后来我才了解，的确都是利一切众生。其实呢就是变成口头禅了，那样就不好。但真正利一切众生这是不容易的。我们有时候看
帮助一个人都要花很大的心力的。但是呢，我们利一切众生，利一切众生，口头说实在很容易，我们真正却无法做到，仅是嘴上说而没有实际的行动，或者做到的话有口无心，那这时候卓拉偏切，就是利一切众生，已经变成一种口头禅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口中呢都会说啊，利一切众生，为利众生，愿成佛，然后希望成就这种难忍的大悲心哦。但是我们的心中应该这样念的，我们心中就会升起慈悲的火的。以前我会开玩笑说，有一个人呢，他在修行，他在禅修着，你看他在念为利一切众生，愿成佛。那这时候一个苍蝇飞过来，我给他丢个东西，等一下哈。他就在念这个修行人，他就打那个蚊子，就会像这样子，然后口中还在念为利众生愿成佛，要利一切众生，难忍的慈悲心啊，那却无法忍受那一个小小的苍蝇，然后正在用力的捶他一下。一点的改变，那这样子呢才是有利益的。总的来说，我们说什么是佛教，也就是我们的身口意，比如说身要行善，语要行善，心也要有善心。我们常会说有这3种善哦，身的善、语的善、心的善等等。但就像昨天说的，所谓的身的善，它重点在于说是我们的心善为前导，这才会成为身善。就好像说我们昨天提到十善的时候，也是要心为前导，这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你不去做杀，动作不做杀，这就是善，不一定的，还在于我们的心。要不然我们会觉得啊，你看我也没杀生，那我不是也有行善呢？那么那些石头啊、树啊，那他们是不是也在行善呢？因为他们并没有杀生啊。所以那样子就说有善积善，那是很难说的。所以真正的什么是善，在于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你是不是真正你发心说我不再杀生了，不再伤害众生了？你有这样的一种持戒的誓言的这种心，那么你有这样的发心为前导而不杀生，那么这时候你才积聚了十善当中的不杀生的善。不然呢，不仅仅是身体的行为，那是不算的。所以我们的身跟语言上的善也必须跟我们的心有关联的，跟我们的动机有关联的。所以这里的要点，这个 point 是什么呢？那个根本，那个精髓都在于我们的心。你看到了，所以随时看自己的心，这是很重要的。自己的心，你好像随时在跟自己说话，在提醒自己的心，在跟你的心呢好好沟通沟通，好好开会。要问问说，这样该这样做吗？还是不该这样做？好好的沟通一下，跟自己的心，然后也提一些好的意见，然后提一些好的计划、好的想法，然后好好的真的关爱你自己的心，好好的照顾一下你自己的心。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告诉了我们这一些降伏自心的最好的方法，但能不能做到在于我们自己了。释迦牟尼佛没有办法总是在我们的身边，没有办法在身边总是告诉我们这些方法哦。所以佛陀也说自己是自己的救护，你无法找到
在外在的一个救护的，所以唯有自己要照顾自己的心。同样，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未来也在于你自己的手中。所以你可以看到，根本都在于你怎么看，你的心态是什么。不然，修行人就只会变成是一个绘画的油灯了。外在看好像是真的是一个油灯，但是你把这个绘画的油灯拿到外面去，它无法消除黑暗的。所以真正的一个油灯是它真正遇到黑暗的时候，它的力量才能够展现，不然它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你看到修行是什么？是从你的根本要改变你自己的个性。不然有的你看我们会说没办法，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啊，好像是变成一种借口，我就这样，好像改不了，一种借口，就这样一直说，有时候一生就这样过了，你还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性太难调服了，所以你就必须要像是你透过了听闻的这种酥油，就要制作多嘛，你要去的这个比喻是藏族吃糌粑一样，总之你透过文思修就好像酥油，然后你要去挤它，然后才可以做出好吃的糌粑的。所以呢，接着呢又说，如果没有戒律的话，就好像是无人的宝藏是一样，资源就好像是没有人管理的资源一样，自然资源。我们常常说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自然的资源，有没有像是石油啊，或者是煤啊，或者很多大自然的资源，就会变成是那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没有戒律的话，无论你做任何的，如果你是具备戒律而做任何的布施的话，那么这一切都会成为你投身善道的因，一定会成为的，而且过去的善会变得更加的多，更加的强。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戒律的基础，或者这个戒律像是田一样，你没有将这些善因种在这样一个戒律的田当中的话，那么它是无法长出好的种子。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好的戒律的田，那么这些任何善行的善的种子种进去的话，那它才会逐渐的开花跟结果的。在中观入中论当中，讲到这一段呢，我有一些想法，但也不晓得这个想法是不是有刚好对到这个主题哦。如果没针对主题，请各位宽恕。针对入中论这一句话，得到人生的顺缘，入中论提到就必须要至少要具备有一个戒法。那么这里的戒是为什么会是投身为人的一个基础呢？我的理解是，当然这不是一定的哦，这只是我的一个理解。针对这句话呢，所谓的戒律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戒有很多种，有没有？有七别解脱戒，最主要是针对了身跟语的戒。那这种身体跟语言，这还是一种有形的，就是有色的、有形的。你看，我们的身体跟语言还是有声音、有形色的。比如说，你说的好听的话，或者你身体做的一些行为等等。而造的善行，这些善呢，会成为善缘，会让我们的
来生会投身到，比如说身形会庄严啊，声音会好听啊，或者会投身到善道等等。那么仅仅是善心，不一定能够，仅仅是善心哦，不一定会得到善道的哦。是他必须不仅是善心，还必须要有什么呢？就是还必须有戒律，就是有身语别解脱戒。譬如说，你有身体跟语言的善行，你才有可能相对应的得到这种善的果实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有戒律的话，那这时候我们的布施呢，它就好像是有了主人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身体有持守戒律的话，未来就能够得到善的一个身体，就投身到善道，得到善的身体。因为你善行的果实会成，就是这样一个善的身体。但如果没有持守这样的戒的话，那么来生的情况会是什么呢？搞不好会投身到这种恶鬼或者是地狱的话呢，这时候你过去所做的布施也好，它就没有主人，就你以前做的善行就没有用了，你无法去使用它了，因为你没有戒了。你看看在地狱道的众生，他也不可能享受任何过去他有的财富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更好，或者自己未来能够更加的光明。这一切都掌握在你的当下，你现在你投身为人，见到佛法，亲近了善知识，而且也跟随到很多很好的老师，学习到很多佛法，而且周围看看也有很多很好的法友在身边。想想在未来是不是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呢？如果你想要得到继续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希望的，你是有可能的，但就在于你现在的努力了。所以如果说戒律的这个基础没了的话，那么过去布施的任何的果实，如果投身到了恶鬼然后地狱的话，那么过去所积聚的善行的这些像是布施的这些果实，它也都会消失了。所以这首比喻就好像是一个，这首过去积聚布施的善行的，就像是无人使用，你无法使用的，没人管理的这样一个资产了。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比喻。或者我们说禅修的最根本在于无贪，就是因为你要有无贪，那么它才能够让你的禅修有力量。那么同样，一切善行的主人是谁？是戒律。所以你要将这所有你善行的这个大宝库的钥匙是要给谁呢？要给你的戒律哦。所以真的要好好持守戒律，那么你积聚的善，你未来才用得到这些宝库，你才能够开启它。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最主要是要给予皈依戒嘛，所以要讲解一下皈依的部分。那么在菩提道灯论当中，那么这部经书最主要针对的对象呢是大乘的弟子，也就是针对那些我们昨天提到的，就是那些他次第的
修这样的道次第的行者的大乘行者。所以对于这样子的殊胜的人呢，就是殊胜的人是指已经在菩提道上为了想要利益众生成就遍知佛果的行者呢，那么他们跟随了这些上师的跟前，得到这些善方便法。所以这是在为诸圣有情求大菩提者，当说诸师长所示正方便哦。所以在这里有方便有几个呢？有5个：皈依、发菩提心，有5个：皈依、发菩提心等等哦。这在昨天有提到，所以你看到这里说要示这个正方便哦，就是这5个主题。所以在这当中的第一个呢是大乘的一个皈依哦。所以整个佛教的所依是什么呢？就是要皈依，就是你皈依了才说你是佛教徒哦。所以在皈依的这部分，那么讲到皈依，也就是要皈依三宝，也就是佛、法、僧这样的三宝。首先佛我们说是教主，法是法道，僧呢是法道上的友伴，我们要这样来想。其实白话来说是什么呢？也就是你一般人，你说你要生活在世界上，你必须要有一些生存的条件嘛。首先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你必须要有父母从小的一种指导。慢慢我们说年纪大了，你就到学校里面，那么有谁呢？有老师的一种指导教诲。那么再慢慢的呢，你说身体也慢慢的长成了，心智呢也慢慢的成熟了。那么这时候你慢慢才有可能自立哦，自力更生。所以你必须要好的父母、好的师长来带领我们。这时候的对我们关爱的这样的父母也好的师长，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正确的这样的好的老师、好的父母的带领。所以从小你看，透过父母的指导，然后慢慢呢学校的学习，但之后你还是得靠自己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人生的抉择在自己的手中。比如说每个人的经验不同，然后你自己的能力的不同，然后还有你的智慧，你会看出我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这时候呢，你不就是你说过日子而已哦，你真的是你的人生必须要有意义的，要有一些你需要有人帮助你的。如果在家人来说那你就会有夫妻结婚了，你可能有夫妻伴侣。如果你有好的另一半的话，那么你会发觉，那你一生当中就会有一个伴侣陪着你，会更加的欢喜。所以就像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呢要求得遍知的这种叫做佛果解脱的时候，现在呢我们并没有得到解脱，但是呢未来的佛果解脱的佛果，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会觉得好像那是在东方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在西方，然后要走好远好远好远，走到东方去，然后才走到解脱，并不是这样的哦。但是呢我们还是为了要比喻嘛，我们会说一条道路，还是会说有一条解脱道，你好像有一个必须你还是要有个目标嘛，要解脱的目标。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会是什么呢？佛法来说是要解脱。那么什么叫解脱呢？藏文叫 tarba， 从哪里解脱出来呢？就是从痛苦，从苦中解脱。我们必须从痛苦中解脱，不是吗？那什么叫做从痛苦中解脱呢？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生活当中哦，这要怎么做比喻呢？你看平时生活中，我们很多会快乐，但这种快乐似乎都是暂时的，只是一种假象的，不是真实的快乐。为什么说不真实呢？因为你会看到这种快乐是会改变的。你现在可能蛮开心，慢慢又不开心，之后又不开心了，就是它是会改变，不真实的，只是一个假象的快乐。尤其呢，你看现在来说，我们说民主的国家有没有那些当选人？但他现在这一次当选了，但之后他可能又会落选哦。现在当选的时候，那他可能很开心，好像有些权利哦。但是之后当他落选又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你看世间的很多的快乐就像是这样子，它是不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问问，什么是最究竟的快乐？是不改变的快乐呢？那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常形容叫做没有痛苦的，不会改变的一种究竟真实的快乐哦。那这是我们要得到，这就叫做解脱。所以解脱是什么？就是一种没有痛苦的一种究竟真实的快乐，这就叫解脱。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不是说到了一个某个地方就可以得到呢？并不是，不在远处，或者说怎么样如何能够得到它呢？它不在外面，它不在远处，其实在于我们的心哦。因为到底什么是苦，什么不是苦，其实取决于你的心。你能不能，你感受到的是苦还是快乐，这在于你的心。那你看其他你说石头它是不会感受苦乐的，但我们会感受苦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心，有知觉，我们是众生，你就会感受到快乐，感受到痛苦。所以我们感受到的苦也好，快乐也好，这都已经是一个果了。我们应该问问，是什么东西造成我的苦乐的感受呢？这个因是什么？佛陀说，就是业跟烦恼。由于有烦恼，所以我们造了各种的恶业，有了恶业就会有这种恶果。如果我们的因是恶，那么这个果也就会是不好的，是恶的。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要感受到这种恶果、这种痛苦呢？我们就必须从它的根本，从因上面去下手，也就是消除我们的烦恼。所以你看到根本就在于我们的这种烦恼，我们就必须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对治烦恼呢？接着，什么叫做烦恼？藏文叫女蒙巴，意思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烦恼而会让我们造成很多的困难，让我们痛苦的这个东西就叫做烦恼。那么什么东西可以消除烦恼呢？谁知道呢？其实你看整个修持的道路是什么呢？道路就是消除烦恼的一条道路。谁知道这个方法呢？就是佛陀。那我们就应该 go back to， 就我们应该回到2500年前去看看了。我们这时候回顾一下2500年前佛陀当时，我们就能够知道了。你看到佛陀，他最开始是一个王子，你可以看到说什么是王子，就是他
到了降伏烦恼的方法，证悟实相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三宝当中的第一个佛宝，它就是告诉我们处理这些假象幻象的这样的一位老师。那么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呢？认清实相幻象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法宝，就是佛法了。那么再来第三个僧宝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可以说善知识吧。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善知识也放在是佛宝当中，但有的时候也会将它们放在僧宝。或者我们说僧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法友哦。什么叫做善知识呢？其实就是你好的朋友，善的朋友哦。所以这里讲到依止上师哦，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说要依止上师。所以其实应该是我们应该带着这是一个好朋友善的朋友的心态来依止上师，要不然很多人都会很害怕上师哦。一提到上师就好可怕啊，我不敢去，你去上师身边，我不敢去。但是我们说依止一位善知识哦，上师善知识什么？就是一个法上的一个好的朋友，他是一个朋友的。所以呢，我们要就是好像你要对于一个朋友，你是推心置腹的朋友一般，这时候就是这里的僧宝。这个朋友，这个僧宝呢，是你真正能够将你的身心都交付给他，是你很放心的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不让你放心的人的话，那他就无法成为你的善知识的，你也无法找到这个上师的。当然其实我们在看一位上师是否具备德行之前，我们真正应该看看他是不是让你放心，他是不是能够成为你一个好朋友，这反而是应该先做的哦。要不然呢，只是因为他是某某上师哦，你就说那他就应该成为你的上师，然后或者看看他又不具备德行哦，然后你就批评他，不应该这样的。其实真的就像交朋友一般哦，你必须是次第的，然后去依止他，去看他，去依止这位上师，而不是马上好像你根本还没睡醒，眼睛都还没打开一看到上师就跟着他哦，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上师善知识他是在佛宝，但他有的时候也可以是僧宝哦。就是什么是僧宝？就是一个好的法道上的朋友。所以有时候我们法友之间互相也都是法友哦，都是互相要关爱，这也是很重要。我们说要跟众生和睦关爱的相处哦，有时候先别讲那么远一切众生哦，先祈求大家，你看看周围你左右的人，你都要跟他和睦相处，这点都不容易了。有时候法友都不和睦了，你还说什么众生要和睦相处，这实在很难哦。所以这里讲回到三宝，佛陀就是刚刚说是一个教主指导者，法宝是我们解脱的方法，僧宝呢就是一个好的朋友。就好像生活当中你必须要好的父母的指导，有好的这些提醒教诲，还要有好的朋友帮助你一样。所以同样我们要解脱，得到解脱，我们就必须要有好的老师指导，要好的解脱的方法。同样为了能够不辛苦的顺利的成就佛道，因此我们需要僧宝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皈依的佛法僧三宝。无论你发愿说你是在一生当中皈依也好，或者你发愿在未成佛前都皈依都可以。总之呢，现在你们要了解了，要不要做皈依就在于你们咯，现在已经解释清楚了。所以现在讲到皈依戒哦，讲到这个戒的时候，这是在过去印度的时候是不是佛教徒他有不同的说法。譬如说阿底峡尊者香地巴大师会说有皈依才是佛教徒，但是有一种说法，你要具备四法印你才是佛教徒哦。总的来说呢，在西藏来说，就是阿底峡还有香地巴大师他们说什么是佛教徒呢？就在于你有没有皈依，这是西藏的一个传统会这么说。所以呢，有皈依戒是很好的，而且不就是皈依而已哦，而且是你要有皈依戒。什么叫做有皈依戒呢？就是你
皈依之后，你发誓说我不舍弃这个皈依戒，这是一种发誓的心。仅仅是皈依是什么呢？就是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只是发了这么一个愿，只是一种祈请，这种叫做仅仅是皈依哦。但是我们必须有时候需要做的更多是皈依戒。那么但是呢，这里不做勉强，有的在座你现在听到皈依之后，我很想要皈依三宝，仅仅是这样发愿也可以，或者再一种是你发愿之后你也想说我要持守这个戒法等等。总之有这样不同，各自可以自己做选择，你是要领受皈依还是要领受皈依戒哦。那当然在座的出家众你们都已经有皈依戒了，就不需要了。那么在座的很多在家众没有皈依过的，那么请这时候要跪下来哦。如果你想要皈依的，现在请跪下来。那么怎么跪呢？那有很多种方式的，比如说有的是双膝跪着，那有的是右膝着地，左膝抬起来哦。总之都可以的。总之，因为这是一种恭敬的一种代表。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身体跪拜的，请你的心中跪拜哦。重点跪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恭敬心哦，其实也不见得跪着就是有恭敬心哦，所以这时候要看看自己的心是不是真正尊重这个三宝。所以接着请跟着我念。以前呢我都会念很多语言的三皈依文哦，但是我并不是，但那样子好像是有点爱现的感觉哦。所以今天呢我就只是念藏文就好了。请跟着念这个三皈依文，就是想要皈依的人请跟着念。那当然都可以跟着念的，没有关系。罗贝上师请见知我，我从今天起进行受，就是在今生当中，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戒师上师请您见知我，我从今天起直至进行受，就是直至今生，在今生当中我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戒师上师请您见知我，我从今天起在一生当中进行受的时间中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接着请大家想，我得到皈依戒了，自己得到皈依戒了，要这样想。请大家坐下。接着呢是居士戒，但这里人很多总之想要受五戒居士戒的要想想方法要怎么给。我们还有下午的第二做法，第二节课，我们可能第二节课之后再准备了。大家就还是在原来的位子上，就想要求受居士戒。那当然出家众是不用哦，居士戒五戒是特别为了居士的在家众的。所以如果想要受戒居士戒五戒的人呢，
我们在下午的就是第2堂课3点到5点的那堂课，在那个课程的最后呢，想要就我会再给予大家这个居士戒哦，这样可能比较好。对居士戒的5戒的内容呢，会在之后下午再做解释。所以回到皈依，许多人说我皈依之后要拿到皈依名字哦。但是我不晓得皈依证够不够，但是这要再问问他们能不能做到写这么多的皈依证。如果能够做到的话，那很好；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要说对不起，就没办法给皈依证跟名字哦，对不起。所以各位得到这个皈依戒之后呢，我们就必须持守这个皈依的戒。所以在今天早上这一堂课会多讲一些皈依的内容，所以接着谈到皈依的学处。那皈依的学处呢，它有能做跟不能做的这2部分。就是不能做的跟能做的这2部分。首先要提到皈依之后不能做的是什么呢？必须遮止的是什么呢？那这是因为我们凡夫为什么要先讲这个不能做的呢？这是因为我们凡夫烦恼多，所以呢，先从不该做的先说。第一个，皈依佛之后不皈依世间的这些外道的神，这是皈依佛之后不该做的事情的学处。接着皈依法之后呢，要断除伤害众生，就是不再伤害众生，这个是皈依法之后你不能再做的事。皈依僧之后呢，那么你就不再跟这些恶友相结交哦，这个是皈依僧之后的不能做的事情。那么每一个接着要做一些解释。第一个，皈依佛之后，过去呢有一位善知识，一位大师，应该是沙拉瓦大师。沙拉瓦大师呢曾经说，一般来说，先讲回一般来说，在这里说，皈依佛之后呢，不再皈依外道的这些天神。那这句话是指一个人，如果你发自内心想要皈依外道的天神，这是不行的，是这个意思。那当然，有一些皈依戒法会说，你不可以在献供这些外道的神啊、点香啊等等是不行。但是这里沙拉瓦大师的解释是说，不皈依外道天神的意思呢，是指不发自内心的去皈依哦。但是呢，在一些藏族的，我们藏传的，所以总之呢，在这里是说，不要发自内心的去皈依外道天神。所以说供花、供香啊，这些是可以的。
当然，你也不可以没有特殊原因的就去供养啊、点香啊，对那些外道天神去点香。那总的来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戒法呢？我之前的想法是呢，是因为世间的天神呢，它只是暂时的一些保护者而已，帮助我们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而已。举个例子来说吧，就好像我们也会供一些神，有没有？或者现在有些人为了供一些这种天神，然后或者是供那些一些鬼神哦，而要为了得到财富而供这些鬼神，但这目的你看都只是暂时的财富，并没有为了就近解脱的佛果。因此呢，在藏传传统当中，其实也会有这样供养这些暂时的鬼神的一些方式哦。但是这里所谓皈依戒，指的不皈依外道天神的意思呢，是指你不发自内心的去皈依他们哦。所以世间的天神比喻就好像是暂时的一个凉亭，或者说暂时的这样一个树荫下而已。所以这是不稳定的，风一吹来，或者说太阳慢慢的移动之后呢，太阳还是会照到你。所以这个树荫呢，它是不究竟的。所以世间的天神呢，也像是这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暂时的清凉，一些暂时的凉爽，暂时的快乐而已。由于天神他本身也并没有得到究竟的一种果位，所以他无法给予我们最究竟的这种果实。同样还有一个重点哦，就像平时我们会问说，那不是有供护法神呢？其实这一点也是蛮要说的哦。你看像在西藏，虽然我也没去过西藏太多地方啊，但是我去了藏地某些地区哦，我那时候就看到说，有一些寺院里面，它过去呢是其他的传承，现在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传承的这样一些寺院哦。像这些寺院里面，它会有过去的上师本尊跟护法的一些传承，这些传承过去的就断了，上师跟本尊就断了，但是过去的护法的传承倒是继续着。那时候我在想，这样一个情况，好像他们就代表他们不太尊重、不太在乎上师跟本尊，却还是在乎过去的这些护法，就好像说护法。总之护法总是继续修，虽然换了新的传承了，过去传承护法还是继续着，却把过去传承的上师跟本尊都丢了，这是一个蛮怪异的现象。所以呢，这是沙拉瓦大师这就提到，这位沙拉瓦大师就说，好像一称为是护法，哇，那就可厉害了，那加持就可大了，那么好像世界的力量，转变世界的力量都在他上面了。我们会这么在乎的护法哦，或者在乎这些鬼神。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皈依这些外道天神，那你就毁了你的皈依佛的戒了。当然，我们这时候提到说护法，我们会称为佛教当中一些特殊的智慧尊的护法哦。那它可以是佛的，它其实是佛，其实是登地菩萨，但是他为了帮助众生，所以示现为一些这种愤怒相、护法的相。
所以如果皈依这样的智慧的护法尊的话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重点要强调一下，就是因为像是因为有一些经典当中也会说大自在天呢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如果你了解到大自在天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而皈依的话，那么你就没有毁坏你的皈依戒。但如果你认为大自在天是一个外道的天神而皈依的话就不行。所以同一个护法，它就算是一个菩萨的化身，但是你却不知道他是菩萨的化身，你还以为他是一个外道天神，然后你说你发自内心皈依他的话呢，那这样你也是破了皈依戒的。所以如果是一个本来普通的世间的护法，他连自己都管不好，而将他当成是对不起就是说这里反而要举一个例子，一个中国皇帝的例子，用中国皇帝来举例子，就是说就好像清朝的时候，总之这里要做的比喻就是说这种化身为一般的护法的这样的登地菩萨化身为的这样的护法呢，你也就不要揭穿他，也不要把他变成上师，就让他是护法。所以这里的比喻就好像说过去清朝的皇帝他有的时候要出巡的时候呢，他会穿着便服，好像跟着一般凡人一般，然后出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个乾隆呢有几次这个好像3次还是几次下江南，那时候他去的时候呢，身边也会有大臣会跟着。大臣当然都知道他是皇帝吗？但是他们也很知道，如果这时候揭穿这个皇帝的话呢，那可不行了，因为他皇帝就是要为辅出巡嘛，所以如果大臣这时候揭穿他的话，当时不会讲什么，但之后呢可就麻烦了，这个大臣就会惨了，因为他现在是为辅出巡，他就是想要跟一般人一样，而他的行为也都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所以这时候不能够说他是皇帝的。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就把他当成一般人来看待呢，他也会很开心的。所以同样这些智慧的护法尊，他就是过去这世间上师佛菩萨为了要帮助众生而化现为这样的护法像，所以如果这时候我们又揭穿他，说这个护法说他是这个上师本尊的话呢，那么他其实反而会不高兴的。你看过去祖师也曾经强调这一点。所以总的来说呢，所以这是有关的一个重点。所以主要的重点在于呢，过去印度有这样的传统，西藏有这样的传统，就会说这个山很特别，就会说有山神；树很特别，就会说有树神；或者说一个石头，或者说是一个水源，或者这个水特别甜美，就会说这个水源它有天神在。所以总的来说呢，到处好像都有天神。所以很多人都很忙，到说这要祭供这个天神，要祭祀那个水神等等。某方面来说，这样的说法也还不错，因为这对环境保护倒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因为当地藏民就会说，哇，这个水源是有天神，这个树是有树神，所以都不敢乱砍树，也不敢破坏这个水源，所以倒是有些用处。虽然说有些用处呢，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重点在于实修在于降伏自心。你也不能说这些天神的说法不好，这是他们的传统，也还是得尊敬的。但是从佛法一种总是回到内心、降伏自心、调伏自心的角度来说，重点是什么？在自心。就是我们任何的修持是不是在外面的神，而是在自心是不是转变了，自心的功德是不是增长了，这是重点。要不然甚至连佛陀我们都把它当成个天神，然后供养他多嘛，然后做很多的祭祀，然后礼拜供养，仅仅是这样也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只是一种外在的外向的修持。所以讲回来，外在的这种供养其实它不会满你的愿的，重点你要供养的对象是谁，祭祀的对象是谁，其实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心。你应该供茶也好，供这些多嘛，是供你的心。怎么供，怎么发愿，怎么祈请呢？你应该好好祈请发愿说啊，你好好修行啊，你要好好的修持降伏自心啊。所以总是外在的供养没什么用，因为你的内心是空虚的，而再做外在的供养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皈依，当你皈依之后，我们该什么？就该听佛陀的话，不是吗？佛陀曾经说了什么？佛陀说自己要成为自己的救护，不是吗？所以你不应该再多做那些外在的皈依，外在的寄托，或者外在的一种供养，或者你看我们总是想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上师，那当然最开始需要一位外在的指引跟协助，但根本还是要回到你的内心，回到内心的一种修持，不然你就花了好多的时间供养外在的天神，这是没用的哦。所以这是这里的一个重点。接着呢，皈依法之后就不伤害众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呢，沙拉瓦大师他也说，佛法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极静、清凉、无争。而这时候如果跟伤害众生，这跟伤害众生这是相违背的了。所以如果你伤害了众生，让众生起烦恼，那这个就叫做违背了佛法哦，就是违背了皈依法的戒了。什么叫做伤害众生呢？不就是你说切众生的肉啊，害众生的命哦。就好像我们在藏地呢，会把牛的鼻子把它砍掉，不管怎么样，或者是你说打，或者是把绑起来，或者是用铁链把它锁起来，让它没有自由，这一切都是伤害哦，都是害众生的害的意思。或者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让很多这些马呀牛啊再驮很多重物，这也是一种伤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的害众生，它真的指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这就是要好好持守别解脱戒。同样呢，这个如果你害了众生，你的别解脱戒也被毁坏了。同样菩萨戒就是不害众生，所以如果你害了众生，菩萨戒也被毁坏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基础的别解脱戒到菩萨戒，甚至到密乘戒，它的根本都在于这个
皈依法之后的这个不害众生哦，所以不害众生是很重要的。尤其在这里，各位要好好的想的一个地方就是，那当然，所谓不害众生，指的不仅是外在的去打呀、骂别人，甚至是间接的，这都不好。在这个戒律典当中就说，身体行为跟语言上的这种伤害，譬如说身体上的这种杀生，仅仅是心中想，你倒没有坏，但是如果你将它变成是行动语言了的话，你看在有的时候在西藏就会，算了还是不是，在西藏来说，你对于一些不喜欢的人，你就会诅咒他，然后你就或者说让他到这个就是你会诅咒他，或者你看到你不喜欢的人被关了、被杀了、受伤了，这时候你就会很高兴的说真好啊，太好了。这时候呢，你说出这样的话，你的戒律也毁犯了，你的比丘戒也没了，沙弥戒也没了，居士戒也都没了。因为这时候，因为你心中的那种嗔恨跟随喜他去那种被关被殴打的那种心呢，你真正反映在你的行为跟语言上，这个你的戒就被毁坏了。尤其我们说在行密乘戒的人有的时候你看看，有的时候你说要说是要有诸法好像在修诸法，但却没有禅定，也没有菩提心，那可危险咯。因为这时候你看修诸法，你的身体的作为可多了，又会摇铃啊，会有什么，这时候如果你的心态有一点点不正确，那就危险了。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你看各个宗教之间各种的有时候一些不和谐，或者甚至过去一些战争这种争斗是很多的。所以你看像尊者呢，达赖喇嘛尊者等等的这些宗教的领袖都会说，仅仅说世界和平是不够的，因为甚至有的人就借着为了世界和平而发动战争所以和平还不够，所以必须要再加一句叫做不伤害的和平，非暴力的和平，这是重要的。就是你不是拿着枪的、拿着剑的、持着枪炮的这种和平，那是不够的。所以你看还需要这样做解释，这实在是蛮可悲的。因为和平它就是和平了嘛，为什么现在却必须还再加上说非暴力的一种和平？这实在是因为现在的人太聪明了，真是将这种聪明用在了这种不正确的地方，甚至把和平都把它当作是发起战争的一种借口了，实在是人类太聪明了，太可悲了。所以你看炸弹都丢出去了，飞弹都射了，还说是和平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你看世界上各种宗教的纷争，这时候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什么叫佛教？它就是非暴力的没有伤害的一种佛法的。所以我们说自己是修行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到的是心不混乱、不烦恼、没有伤害，这是重要的。当你的心现在寂静了、平静了，那么你就是佛法了，你就是修持佛法了。你的心平静了，心就是在法上了，身体的行为寂静了，这就是身在佛法上了。不然心总是在仇恨、在嫉妒，那这时候你还是别说自己是佛教徒了。所以呢，我们应该了解佛法的根本就是不害众生然后尽力的做到不害众生，保持身心的一种极静。而不害众生，这个众生你也不要局限只是你身边的人、你的亲人而已，你要试着扩大到你不喜欢的人，甚至更多的小小的生命，像是各种的昆虫，你也都是要不伤害的，这是很重要的这样讲起来好像还不容易当然在律典当中
会提到所谓的杀生的这些动物呢，是指的体型比较大的众生哦，动物。但是呢，到了菩萨界就更细微喽。菩萨界的时候谈到是你要对一切众生都不害哦，那就不只是只提到体型大的众生喽，可是那些小小的昆虫也包含在里面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来做思维，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如果有好好的修行，那这当然我随喜各位。如果没有太深的证悟，但是如果你能够心中只是保持着一个不伤害众生的心，那我真的就更随喜大家了，也就很随喜大家了。所以希望大家放在心上。接下来呢，皈依僧是他的戒法是说，不该做的是不要依靠恶友哦，不跟恶友相处。所以呢，但皈依僧呢，并不是说呢，只是说哦，这是我自己的团体，那个是别人的团体。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话呢，那等于说你连佛陀也舍弃了。所以呢，所谓的不要亲近恶友呢，并不是说哦，我们是噶举派，别人宁玛啊、格鲁啊，这个不是我们的，我们就舍弃它。所以呢，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呢，这个呢，你也已经是说的在亲近恶友了。你有这样的分别心的时候，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呢，就是因为以前的这个习惯，很多时候会说，哦，这是我的上司，这是我一个跟随很久的老师，所以就有这样子的分别心，这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传承。但是呢，我们说我们都要去积聚资粮，要圆满我们的资粮。但是呢，所谓的积聚资粮是要皈依完整的佛法僧，并不是呢只有皈依。在皈依僧并不是只有皈依某一个特定的对象，而是整体的僧团、整体的僧宝，就像是昨天提到的。像昨天提到的这个舍法罪，在这边呢，就跟今天说的是有关系的。就像是呢，我们说，这个是我自己的僧团，我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跟舍法罪已经很有关联性了。就像是呢，在经典里面有的时候会说，是有我的，有的时候呢说是无我的，不同的经典有这样子不同的说法。有的时候呢，小乘的说法或者大乘的说法。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智慧还不足的关系，我们并没有那样子的能力能够去分别到底什么样子是所谓的善法或者恶法。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说，我们自己呢是一个实修的传承，他们只是一个呢讲经的传承，有很多这样子的分别心。现在有很这样的说法，
但是呢，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在做一个舍法罪了。所以呢，要怎么样去避免呢？你应该要知道，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法门，什么样的传承，都是同样的一个善法的传承，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呢，当这样子的传承存在于那样子一个地区呢，必定对于那样子的地方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利益。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一段主要是在讲我们怎么样说是在传续佛法，在转动这个法轮，并不是只是给予一些灌顶、给予一些口传等等的，而是说呢，将很多相违的东西，不管是外在或内在相违的东西，能够让它能够更和合、更相融，这样子才是在转动所谓的法轮。所以呢，过去在藏地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传承，噶举、萨迦、尼玛格鲁，很多的追随者呢，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一种分别传承很强烈的强承的分别念的问题。所以呢，即使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应该好好去思维、去思考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就像昨天提到的。是提到的呢，什么叫做佛教呢？我们说呢，希望这个期我们听到，佛法呢已经来到这个世间了，希望佛教能够长久的注释，能够广传，然后呢，也希望呢法教能各传承之间能够互相的融合，互相的和合，就像是祖巴滚雷大师说的。他说呢，他说我们各自的法友呢，对我们有很大的悲心，但是呢，即使我们自己对他没有什么信心的话呢，这个还好，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对不起，这段听不太清楚。那将是呢，第九世法王，他写了一段话。他说呢，我呢是噶玛巴，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区住持正法。但是呢，并不是只有我希望我自己噶玛巴的寺院传承能够兴盛，而是呢，所有在住持正法的呢，他都是所谓的噶玛巴，所以也希望呢，一切的传承持有者的法，这个传承都能够兴盛的弘扬。所以呢，他就提到了，因为一切的法教呢，并不是源自于西藏，而是通通是源自于
菩提伽亚，就是呢佛陀成道的地方。那么因为源头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希望这一切的传承法教都能够兴盛的弘扬。所以在教法广传七行文里面呢，就有这么一段的话，就是希望呢所有无分别教派的传承都能够这样子的兴盛。所以呢，就像是过去式的大宝法王说，他说我的传承呢，并不是西藏的传承，也不是印度某一个法门的传承，而是呢源自于释迦牟尼佛的传承。所以呢，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说，哦，这是金刚石的传承，这是噶举，这是萨迦的传承，并不是这样子的。就像是呢，我们说我们是梅济巴的传承，但是呢，梅济巴的传承的意思呢，只是用梅济巴大师当作是一个代表，并不是说呢，我们只是去传承梅济巴的法教，实际上呢，是在传承佛陀的法教。所以呢，在传承之间呢，即使是自己噶举的传承，他也可能跟宁玛的上师、跟萨迦的上师、格鲁的上师、噶当派的上师，有很多互为师徒这样子的法缘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互相都是有三昧也的关系的。所以呢，请大家能够在心中呢存着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所以呢，当我们的想法呢，我们现在开始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那未来相信，我们对于整个佛法的弘扬呢，能够做得更好，更加的圆融。但是呢，我们并不可能呢一下子就100%的做到，或者让所有的人都能够100%的这样的认识。就是连佛陀呢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改变每一个人，更何况是我自己呢？法王说。但是呢，我们应该要认识到佛陀的意趣，佛陀的心愿呢，就只有这一个。所以，当我们这样认识到之后呢，就应该这样去努力圆满佛陀这个，应该说是佛陀的本怀，这样去圆满它。所以呢，请大家能够放在心里，谢谢。